你即过去的水保是附属伫迄个物条内底，咱今仔日吼正式拖出来水保改成入着迄个厨房，家己来煮菜安尼。 吼，加在好在咱水保时代会当伫遮供餐。即个建立建设，另外就是讲每一个时段那阮拢会上少一般是补助30块，若中低收入低收入是补助60块，像咱水保即个所在大概今年阮总共补助将近67万，来互因即个运作包括讲咱即年度咱的遮食材费用甲即个厨房的费用安尼。目前水保是有48位的即个时段伫遮用餐，上关会上高收有88会嘛有65会即个志工，会使讲是咱即个少年老人来服务咱即个资深的老人这是一个真好的模式。嘛希望讲咱所有的即个时段会当行出家门，行入社区来到食堂大家做伙用餐，顾腹肚嘛顾咱的即个心理健康甲快乐。这是阮水保里5万足久的咯，过去一年是拢去麻烦着物条里，这边我来感谢咱县府，佮咱镇长，甲咱配合，互咱来完成起来。佮特别要感谢就是咱所有义工拢足用心的，安尼咧甲咱斗帮忙，拢为阮种的一撮老人来咧服务安尼。 就安尼真感谢。长青食堂成立之后这是大家盼望已久的。那希望说这边的长辈可以在因为这个长青食堂成立之后，大家让愈食愈健康，愈活愈欢喜。